那么老几台药没啊？而且你们这些，东西该有啊！老几台药，别说了，来这了，我该一般。这没什么。爷爷在俺面前还是不会的。你那个，很多人呀，多说的呀，看摸啊，我们上摸的挺了解。Pasti mau je rumah. Gue masih tahu apa ya lu bine dokter jual rumah. Tong mau ya. Pasti dia lucian. 收入的嘛，干嘛嘞？等下嘞，这面不了，可不了，干嘛等来嘞？两年嘛都挺多啊都。那你干嘛等喽？可讲了蛮对啊，就像我这样的，没等了。我那到，有人等。不一样啊，老婆。哦，对啊，就是媳妇家那不公平啊。去狗的，哪有这种很难弄的？哎，那就那么的，或者可中啊，就你还有这个可可来把银行拿，银行可以提门还过来，银行拿，银行拿。那主要有门啊，没就这样提这样的。做嘛好的？对吧？我真的。可惜那是做几口了，可严的。人都这样一块，有多呢？有多嘛拉到呢？我这户呢嘞，这一看要嘛比不了呢。那你不到后面了，这就嘛就，我这里面。
还光条件年年我们都是吧，我年天我年年不，我那些还这个小了。你这现在那个大爷吧？别家就来啃不了了，这个来给我的。对我心上。那个来看哪这来我觉得比较麻烦。他们家就啃不了的，我们这500点够了。咱们还是。我摸见这马上打前路线。啊，那个啦，那么没到这里。你吃看，对的。Quay lên mình thì hay mình dễ cả thế mà mình ngủ đi vô ôm ôm đi phải đi rồi như thế mấy kia hỏi gì cái ta chỉ so phải đâu chứ một đứa
也没来忙了，你看大爷。现在要面包了，不穿里面。对没？干不了就。等会儿到。等会儿我接着我老准备了，我就吧。那就这样了，我这么高，这个那就要很多我把其他他们都在，我们家做他们我提倡了，谢谢也提倡。哎呦妈，那我就走了，那边呢？哦，葱苗。吃亏了。哎呦，葱苗吃亏了。哎呦，葱苗那，现在不卖钱了，我吃的。
过去大概这个压力在你们今年或者那个在看新闻那个是知道，但是那做，但是今年同不了经济了呢。你那在我就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在我就我们这些人呢，是什么呢？在我那做了，我在我那怎么做了，你做了，你家，这里我然后你不要你这个看吧，那个对这个也来把握，那你将来他妈这个吧，人家有的是我都知道嘛，知道嘛，你那知道嘛，知道嘛，你上知道嘛，你上知道嘛，你路知道嘛，你这边知道嘛，你这边知道，你就是这么搞我也这么搞我，这个人那现在我们有的是我说，你说，那个人那个是现实主要，那个我们弄这个简单的，我了太简单。哎呀，这个挺简单的，就是好了。这看，这那别的这家放没了。你干嘛的？出了回去。看了，你看我不是把它唱完的呀？不过得行。那个弄的，高兴。我给他们的。我这才给我。你不说我来就行了。这个把孩子嘛。我也可能不是我的呢。我妈的就没这样子，那个也这样子。我觉得干嘛呀？那天我没去过。没有呢。你先看一个，我看哪里？你说哪里来分？我往哪跑？不是，他这个老人要。